民进党作为执政党，我们会信守承诺，坚定地支持香港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并且要求政府部门持续地提供香港人民必要的人道协助。这几天日本和美国的访问团接连的来访，让我们很多的国人同胞感到振奋。不过在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香港的情势正在进一步的恶化。先前在港版的国安法的立法争议中，我们已经多次的谴责中方不顾香港的民意强行立法，将严重侵蚀过去所谓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国际承诺。那么最近呢，港府大动作的逮捕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以及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在内的多位人士，更显示中方可以透过强加于香港人民的港版国安法，直接侵害香港的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基础。那么香港的情势如果继续恶化下去，不仅会造成媒体的寒蝉效应，也会摧毁香港社会的民主法治。过去香港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立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引以为傲的自由市场的机制，也将受到严重的破坏。那么我们看到港人半夜就纷纷的走上街头，排队抢购报纸，每一区几乎都卖到断货，甚至有民众说，就算只有一张白纸要卖，也要买，真的令人动容。台湾也曾经从威权走向民主，我们的党员同志从党外到创立民进党，也经历过大逮捕的恐怖的气氛，以及媒体被要求只许一言堂的时代。那么我们都很清楚，人民反对专制压迫，只是为了捍卫自由和人权。那么企图阻绝人民的意志是徒劳的，不会成功的。我要再一次的严重呼吁北京当局，当人民群体抗争，政府应该要想办法和人民沟通，解决争议，而不是压迫人民，剥夺自由和人权。唯有与香港人民诚恳的对话，才能解决争议，让香港的社会早日回归平静。民进党作为执政党，我们会信守承诺，坚定地支持香港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并且要求政府部门持续地提供香港人民必要的人道协助。那么我也要呼吁全世界挺香港的国家和意见领袖，务必持续关心香港的状况，支持港人捍卫自由和人权。谢谢大家。